随着肺炎疫情伫世界上流行，连带影响到人甲人之间的交流。好佳在台湾的防疫工作做了好，民众的生活则无受到太大损害，只是活动变得较少举办。因此，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17日伫台南精英酒店办理欢乐圣诞趴，希望造福协会成员以及嘉宾好朋友有一个欢乐的暗暝。我们中华文化经贸国际交流协会到现在已经成立第7年了，也特别在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很少出来，所以特别办了这么一个欢乐圣诞趴。这次呢，特别有我们漂亮的理监事们来看一下，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唐老师呢，来为我们这次的圣诞趴特别指导安排了一支圣诞铃声很特别的舞，他们也很辛苦不过才练了6次而已待会儿就要上台了真的是勇气可嘉了欢乐圣诞趴协会嘛邀请到前台南市副市长颜春祖、中华日报社长庄耀华、乡土青三冠农协理陈建春以及真侪各行各业精英前辈到场同乐，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难忘的圣诞回忆。圣诞快乐！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